新鮮滾熱辣，啱今日成交咗，應該係晏晝嘅事。呢個就係聯合廣場彌敦道760號 G21號鋪，哇！就話建築面積380尺，望住呢間鋪頭。實際上你睇下門闊就大概10尺乘呢個嘅15尺深度啦。望一望入邊先，因為佢嘅閂門咧，而家已經9點幾夜晚黑。望望個鋪頭入邊就係賣呢啲咁嘅時裝啦。個牌100蚊，199蚊一件，300蚊啊2件咁啦。我依家喺外面望望呢個位啦，咁啊而家圈住呢個位嘅時候就啱啱成交咗1450萬，租金咧就37000蚊，咁啊租約咧14年就去到2016年嘅10月30號啦，咁啊需要你計翻落去嘅時候，租金回報大概3.1厘啦。啱啱入去嘅時候咧就同呢個租客傾過2句，佢就講咧最近呢個生意就難做得好緊要啦，咁啊始終嘅時候而家零售影響得犀利啦，所以好多食店嘅時候咧都考慮會轉做食，但係有個唔好嘅時候咧，呢個商場咧我問過嘅時候，始終街鋪雖然係街鋪，但係你轉做食嘅話要有來去水，攞唔到來去水嘅，所以只可以做呢個零售，咁啊對個鋪頭嘅價值咧一定會有所影響啦。咁當然個買家嘅時候可能有個方法能夠轉做呢個飲食咧，咁啊恭喜佢啦。買家應該係 Jackson Lee 咁啊出名平靚正，要買嘢快，咁啊資深投資者咁都醒㗎啦，我相信佢會係。望望側邊咧呢一間嘅時候咧 ，Mr Concept 咧已經都喺度賣緊嘅，底價唔講啦，但面價2000零萬咧，因為呢間嘢我都喺度傾緊，咁啊所以咧就，但係側邊咧睇下附近嘅成交咯。呢一間嘢嘅時候咧，咁啊呢個期間限定呢度嘅時候咧，就係買入嚟幾時咧？嗰陣時係6600萬買入嚟，2011年嘅3月份。咁啊6600萬之後，後來2012年嘅12月份嘅時候咧 ，EPRC 咧就賣過一次就9030萬，但係後來應該就冇 complete 到嘅。咁啊門面咧就大概25尺，深就大概都係25尺度。側邊咧呢個時裝店就租金7萬蚊，咁啊26號鋪。咁啊去嗰邊咧有好多人行緊過嗰邊咧就係太子嘅地鐵站啦，呢邊就係西洋菜南街。慢慢再轉過嚟嘅時候咧，咁啊之前一個好出名嘅成交就係呢個九龍標行。九龍標行呢個位嘅時候咧，嗰陣時就賣咗12180萬，就係2014年12月份嗰陣時個市興合合，大概1000尺度嘅空間啦。咁啊再轉翻過嚟嘅時候，咁你諗下啦，如果嗰間180萬，咁啊呢一間嘅時候咧，咁啊賣過9000萬，冇 complete 到都6600萬啦。咁數翻過嚟呢一間嘅話，冇理由1450萬啦，咁絕對係平咯。咁但係有個隱憂嘅時候咧，咁啊就係你望一望下成條街呢一度咧就寫話全場半價，咁啊點樣執笠大平賣啦？嗰邊嘅時候咧望一望下咯 ，Mr Concept 咧又係短租嘅。望一望呢兩間嘅時候咧，咁啊一間又係特約出租啦，咁另一間嘅時候咧又係結業大平賣。呢邊係彌敦道啦，呢個水渠道啦，咁啊難免咧買家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呢個又結業，呢個又特約出租，咁啊嗰邊嘅時候咧又執笠，咁嗰邊又短租約，咁嘅時候咧就擔心呢個零售市道咧始終差，轉唔到飲食嘅話咧，日後租出去咧會比較困難。但係始終1分錢1分貨，1450萬平咯，呢個位嘅話，咁啊始終有翻咁上下嘅人流啊，商場嘅入口位，聯合廣場又出名，所以如果要一定俾個分數嘅時候，我都俾8、9分啊。之前嘅時候咧話放出嚟嘅時候話底價2000萬，咁啊霎時間嘅時候咧，咁啊1450萬賣咗，好平啊！始終賣散咗嘅場咧，好難會有咩名牌擺落嚟啦。咁但係始終對住條街嘅時候會比較好啲。但係1分錢1分貨，你望下呢個門面嘅時候，1450萬平咯，恭喜買家！